继续来到台南，这个台江公园的盐水溪边，小连续2天，拢有宗教团体去遐放生，50-60个人排做一列，接力把这个老鸡啊、把这个鱼啊放落去，现场佫大声来播送着佛乐。台江公园管理处的保育科长表示讲，安尼来放生，严重危害着当地生态。放生的鱼啊、甲老鸡啊，嘛因为物种无共，无法度融合来死亡，所以安尼放生等于是放死，而且嘛违反着国家公园法，会当罚款上悬3000块。现场有报上不管一群人咧排队，因一个拢咧放生。这地点就伫台南台江国家公园盐水溪边，被放生的是鱼啊、甲鸡嘛。只是公园内是禁止进行放生的。第一个，它会突然间大量死亡；那第二个，它即便适应了这个环境，它也会造成当地原来的原生物种的一些竞争行为，会威胁到当地的原来的原生物种。宗教团体连续2天来到台江国家公园放生，教育会人员发现通报，管理处表示这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，相关开罚3000块，还佫会使连续开罚，今晚要找出东港放生的宗教团体来裁罚。当然4家要5家。放生者拢是袂有宗教团体，这放生各类动物，有鸟啊、有鱼啊，还有龟等等。啊，你啊，这抓4500啦。啊，你啊，连毒蛇嘛买来放生，不过这毒蛇野放了后，极毒的目镜蛇出现伫公园，还佫有徛假日，造成人甲蛇拢真惊吓，嘛有生态可能因此失衡。这放生煞变成是害伊无命，违背自卑的本理。有教育就讲，也不如放生较有意义。